到底是要正平，还是倒平？啊，唔管了啦！哦，这样拍落去哦，可能是零分啦。咱来邀请专业的九天民俗技艺团的总监督柯怀文来到咱节目现场。你好。哇，我头拄安尼拍落去，可能是零分啦吼。零分。真正还专业的来啦。咱来讲一下这个鼓吼，是安怎？这个是有这个无共款的这个部分对无？其实吼，这是阮专门针对阮出国表演巡回时阵坐回轮机做的鼓，特别去定做的。是。因为一般咱鼓足大的，迄若光操纵费就贵到要死。是有影。所以为着要出国表演，就开发这种的较扁的。较扁的。是啊，对着这个功夫技术的部分，来甲咱示范一下。其实吼，咱台湾的正鼓吼。较注重的是咧气势甲声音，所以阮拍的时阵拢拍鼓中，吼，所以你咧握这鼓棒时阵爱，哦，像你安尼都袂使，安尼袂使，你手指头爱个握实的，敢若出拳头共款，啊，实的就对啊，好，我示范一遍你看，吼，爱看头前，迄气势爱出来，气势爱对。哇塞，拢爱看，那是姿势一把，嘿，你的眼神嘛爱对，哇塞，你拍唔对无要紧，但是你的表情爱对，眼神爱对就对啊。气势有10分啊！哇塞，对0分甲10分，这空间也真大。啊，较早恁的这个学习的时阵，其实哦，像安尼拍唔对去，会互处罚的吧？绝对互人处罚。像安尼处罚是。这若互团长看到，你就讲啊，你免食饭啊，为早起拍到下晡。哇塞，这尔辛苦。对啊。所以这个头拄仔你讲到，这鼓面遮吼，爱拍中。拍鼓中，安尼声音才会好听。鼓声才会出来。对。啊，这个拍这边仔的时阵，爱1/3。啊，1/3前1/3的所在安尼。是哇，真正这个拍鼓真正是一门真深的艺术，咱来看专业的是安怎表演。顶头是台湾民间祭祀庙会喜庆的民俗活动，九天民俗技艺团伫1995年成立，一开始对庙会顶头开始发展。伊受团长柯振营的后生柯怀文自细汉就对鼓声当中大汉。差不多3、4岁，我就开始摕鼓伫咧拍鼓啊。幼稚园的时阵，其实因为阮兜自细的时阵做庙会的，所以我细汉时阵敢若无啥物好选择的所在，所以跟咧出顶头，啊，做自然的就会晓拍鼓啊。啊，一直到大汉的时阵，我们成立九天民俗技艺团，开始表演，开始我嘛就对咧表演。所以一路走来是足自然的，就晓拍鼓。
嘛无特别去学啊。柯怀文3岁就开始野高地拍鼓，伊笑笑啊讲，别人的当年生活是出去佚佗，但是伊的当年记忆是出顶头，是毋是会感觉怨叹呢？迄阵的怨叹，就是像拄则讲的，新生我的同学会当去佚佗，为虾米我袂使？为虾米我要直接拍鼓？为虾米我要出阵？为虾米我要表演？我嘛想要去佚佗。柯怀文因为是团长的后生，毋若无特权，甚至压力比别人搁较大。毋若够爱拍了好，连功课嘛袂当凊彩。平常时爱训练爱拍鼓嘛，搁爱读册。啊，若因为去表演，然后功课若无好，嘛去用讲；啊，表演若无演好，嘛去用讲。所以我讲，哪会安尼对我无公平？我搁爱表演，搁爱读册，搁爱写功课，搁爱考试安尼。我捌一届就是伊读高中的时阵，甲女朋友去佚佗啦。我转来我手机就甲摔掉。我讲这时阵你是要认真读册，规个9天的希望拢伫你身上，你甲我走去带车仔佚佗，伊改了就惊掉。啊，爸爸，你家己敢是几岁了才交七啊？我体育当然才交七啦，我嘛足故意的。其实柯怀文也有两位妹妹，毋知影爸爸对因的要求敢有同款严格。无共啦，查甫当然愈大汉愈严格嘛，啊，搁来着普通严格嘛，啊，搁来着凊彩啦。愈细汉愈毋甘嘛，一定是安尼啊。虽然当时对爸爸严格要求感觉无公平，但是柯怀文嘛了解爸爸用心良苦，是因为想要改变一般人对顶头的看法。团长有安尼想法，其实是因为顶头囡仔大家拢无爱读，无爱读书啦，无爱读册，所以伊认为讲要证明互人讲顶头会当甲顶头做好嘛，是会当把学业这个部分是甲做较好的，所以也就严格的要求我啊。出生伫顶头家庭，对于训练、表演，柯怀文会当讲是真入命，但是毋是因为伊无主见，是因为鼓声对伊来讲，就亲像是身体的一部分。鼓声对我来讲，我若伫迄我拢去国外看表演，若是有拍鼓的，我嘛听着我身躯就想要对咧动，伊是亲像我血液内底一种流动的因子。拍鼓就亲像是天生的使命共款，听到鼓声，身体自然就会动起来。是毋是真正介意拍鼓？对柯怀文来讲，这其实无正确的答案，因为这就是伊的生活。欢迎继续回来台湾新眼界这部现场，今日邀请到9天民俗技艺团的总监督柯怀文来个教。哇，拄只后面安尼拍、安尼教、安尼就是教袂晓。不过安尼伫9天内底哦，其实会互处罚了。今日咱就邀请到受害者来到这部现场。对，无毋对，你就是受害者。上大的受害者。安怎讲咧？因为我自细汉就开始安尼练拍鼓，练到即马。是。所以细汉的时阵啊，阮团长就是阮爸爸，就要求这拍鼓的部分，尤其是对我。对你因为讲伊若无安尼最严格要求我，伊哪有法度要求其他的团员？是不是做人看？嘿，我是属我童工啦。童工，你伫幼稚园开始6岁开始表演。6岁开始表演。哇塞！啊，头拄讲你是受害者，到底是用处罚什么啊？足济呢。我一边印象上深的就是去表演拍鼓拍无好。啊，到因为去南部嘉义表演，啊，回来的时阵会经过迄西螺休息站。伊就甲我处罚，就讲你为西螺休息站甲我拍倒去厝的安尼，拍倒去厝。迄阵阮伫沙鹿，是。啊，拄着塞车，哇！所以我拍足久的安尼，为迄西螺休息站拍到阮迄阵住的所在安尼。是哦，伊当阵安怎来讲？伊就讲拍鼓安尼拍遐烂，你就好好练习就对啊。好好练习。啊，我甲其他的人讲，啥共我啥在死，袂通退手。因为阮每一个人拍迄手法点歌无共，所以迄若换的时阵，一听就听得出来。哇塞，耳孔嘛是真来。对。哇塞，所以讲处罚内底，毋能干那处罚你，其他人会无？嘛是拢共款。对。所以这个团长就是爸爸，对所有团员来讲，要求拢真深。拢最严格。是。所以阮伫咧练习的时阵，拢无亲像一般的什么舞蹈团还是戏剧，拢是伫咧室内。阮拢伫迄外口广场拍日头安尼。有当时拍落雨嘛是照练的。嘿啊。所以拄则看到你咧讲，你是这个歌声大汉，这个囡仔真正有影咧，自这个6岁就开始表演。啊，其实看起来每一个这个求学阶段，咧拍鼓心境嘛无共款吧？无共啊，亲像细汉的时阵，
因为阮的国中啊、高中的时阵，阮的同学假日拢会出去佚佗，去耍拢甲我招。是，啊，我讲徐海文要不要假日一起去玩？我讲啊，无法度啊，要出去表演啊，无去出阵啊，我嘛欣赏啊，想讲我嘛最想要去佚佗的，但是就无法度。是，嘿啊所以这个是敢若无法度出去佚佗尔，但是其实国校内底、国中内底，因为人讲这个囡仔陪这个伴较重要嘛。迄当阵你心内有这个冲突无？有啊，嘛是有啊，就感觉讲为虾米我这个时阵爱做这件代志？是，嘿啊，爱表演，啊，搁爱读册，啊，读册若读无好，考试考无，搁互拍。所以讲为虾米我爱做遐济代志安尼？是，所以甲爸爸迄当阵敢有对抗？你哪有法度对抗？你惊就惊要死啊！惊就惊要死啊！嘿啊，所以迄当阵虽然讲心内底真无愿意啦吼，但是爸爸的要求，所以你就无法度选择的。嘿啊，其实较细汉的时阵安尼想啦，但是差不多到高中的到较后尾的时阵嘛，知影家己以后想要创啥。啊，拄好我对这表演这个方面我较有兴趣啦。较兴趣。嘿啊，迄阵拄好要考大学，嘛毋知讲到底要读啥物学校较好。啊，拄好学校老师甲我讲，你若要你有要表演，啊，你的身份你也是要考一下艺术大学无？因为迄阵阮嘛拄着足侪来甲阮，互阮建议的教授讲，你内底嘛爱家己有科班生。所谓科班生，就是不管是你表演者是舞蹈班的，还是你是艺术相关体系出来，对团较有帮助。所以也希望讲我会当去读什么艺术相关的学校。所以迄阵后壁的目标就较明确，就嘛袂安尼想。所以这个伫大学的部分哦，其实是一个转变啊。不过咱这等下后一趴来讲。但是这个求学的时阵，迄当阵进前求学的时阵，你应该是嘛想讲，唔知要做啥，有这个时阵无？有当时伊伫咧想讲，为啥我无法度出去佚佗呢？但是你若讲唔知要创啥，我感觉我是还好，因为拢是对去表演啊，对去出阵啊，讲要创啥就创啥啊。假日无代志，就是练歌啊，练表演啊。若考试要搞紧看册啊，无要去用讲啊。无搁去用讲啊。系啊系啊。啊，其实对爸爸对着这个团来讲真重要，对厝内伊的要求是啥物？因为团甲这个厝内其实也是有分的嘛。嘛是有啦，但是因为阮兜较特别是甲团基本上是融合做伙啊啦。因为阮逐工的生活拢伫内底，吼嘛拢甲所有团员住做伙，所以阮9天其实来讲是一个大家庭。大家庭。嘿，大家庭，大家拢亲像兄弟姊妹咁款。所以讲厝的甲团有啥物差异化，我感觉是无啦，有当时是一个整体的啦。是，一家伙啊啦。对。啊，其实除了爸爸妈妈对你的影响咧。其实伊唔管是我要想要做啥物代志，拢是甲我支持啦。啊，我感觉影响上大就是我咧去读册的时阵，因为迄阵阮搬到阮山顶，迄大道山面顶，去唔管是国中还是高中，遐坐无公车啊，所以每一工伊拢是开车甲我载去学校啊。是，所以我感觉伊就是无怨无悔，对阮兜三个兄弟姐妹甲阮爸爸咧背后默默支持安尼。是，妈妈嘛是真伟大啦。对。啊，你头头讲有这个妹妹，妹妹甲你的这个斗阵的这个过程，其实应该甲我差不多啦。其实银行要求无遐严格啦。所以你心内有迄个吧？我上好笑的就是，阮细汉时阵考试考无好，因为迄国小段考时间拢差不多嘛，拢是差不多伫迄个时间，不管是啥物年级，拢是迄个时间考的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，阮拢考无好，啊，拢排好准备要互拍，我就第一个互拍，啊，第二个上大迄妹妹互拍了，第三个唔知是阮爸爸拍啦手无啦，是安怎？阮妹妹哭出来讲，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结果伊就笑出来都无代志啊。啊，我讲，那安尼差别遐大啊？是，所以这个万人囝上疼对。啊，所以爸爸对你的栽培伫拍鼓面顶，对因嘞，敢有要求？其实因两个拢会晓拍。是。但因两个拢是细汉时阵嘛，拢对咧练，其实拍过这个部分，大家拢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因自细汉嘛是对恁伫这个店内底。对。啊，因有花艰苦无？我是唔知因的想法啦，但是绝对足艰苦的啊。是，真艰苦啦吼。对啊。啊，其实咱这个9天啊，伫这个2012年的这个时阵，顶头就是甲这个
这个国片嘛吼，甲这个用电影的这个方式，甲咱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，用到这个电影的方式，然后传送互大家人知影。其实咱9天有一个上大这个特点，就是讲收遮的这个可能较无爱读册，中辍生。啊，其实恁伫这内底推塞真济对无？对，其实因为为什么这件代志是因为庙会啦，不管是较早今嘛。足侪即寡成员吼，拢是无爱读册。是。为虾米无爱读？为虾米即寡人拢是无爱读册？因为伫学校无法度得到成就感。其实不管是较早即嘛，老师应该拢甲迄拢会较关注迄成绩较好诶，较高考试。你若考试考无好诶，啊成绩无好诶，你就莫乱就好啊，你莫影响到别人。是。所以伊伫遐得不到成就感。所以伊就去找其他诶所在，看法度得到成就感，有人会去甲关注，甲关心，是，所以都要庙会。庙会为什么有成就感？去庙埕跳百家将、拍鼓、人西人龙表演，有人会鼓掌啊，所以伫遐得到成就感啊。啊，但是这件代志毋是无好的，其实带头的人来利用这件代，利用这寡人去做无好的代志，都衍生到即马什么8+9啦吼，冤家相拍人偷小食毒的，所以才会遐侪无好的物件拢衍生出来。是，其实对着这部片内底吼，好多人咧看时阵哦，头先咧看时阵会感觉真感动的，因为伊甲这个过去咱可所想的这个较歹的这个印象，转化是这个较好的这个部分。其实嘛是恁咧做的嘛。对，因为我想要透过表演啦，吼，互大家知影讲。顶头文化毋是伫咧庙口，绝对毋是干那食槟榔啦、冤家相拍，伊是有法度摕到国家歌剧院去表演。是，所以咱若伫国家歌剧院，我都做这个表演，那观众甲一般的民众嘛去看，讲咱的顶头文化毋是次文化。是，咱想看嘛，咱台湾就爱去日本的，去日本搁会看迄祭典。哦，因为祭典。咱家己台湾祭典就遐济啊。是。大家嘛是一祭典啊，白沙屯妈祖嘛是一祭典。但是大家嘛，大家以前大家嘛开始唱歌，是冤家相拍，但是这个文化咱会哪甲改变，变做较好的，是，对，共款亲像日本共款，所以对恁来讲，其实哦，传承较好的这个台湾文化，甲伊延续落去，这是一个重点啦。其实头拄咱们讲收到这个学生，就是较无爱读册，但是恁有一个要求哦，就是讲大家这个学历要有一定的这个水准，对不？你若无爱读册无要紧，但是你若来阮团了，你嘛是要重新的回到学校啦。是。你若去读夜校，你考试考无好拢无要紧，你就是要回去学校。读好了就对。读好了就对啊。是。因为你无咱好人讲，咱顶头恁都是永远都是国中毕业，高中毕业，安尼尔。是。你上无嘛要一个大学毕业。今摆咱台湾的社会，迄基本学历拢是。想要硕士当做基本学历啊，是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大学是一定爱的这个部分嘛，对吧？所以现主是咱这个团员到底有几个？哦，咱即马挂行政话要20个，要20个，所以这阮外口教的这些国小啊，安尼加起来学员100外个，哇塞！所以这个阵容，这个一家伙也是愈来愈大。对。所以对着你来讲，头拄你嘛讲到学历的这个要求，对你家己嘛是有真有要求嘛。你头拄有讲到你读这个台北艺术大学嘛吼，这个做剧场的嘛。对。这个部分其实伫遐人物真济，学着真济。对。咱来看一下这个，你较早是安怎学剧场来结合咱的9天这个文化，咱做伙来看。9天民俗技艺团改变顶头传统的表演模式，替台湾顶头带来新的可能，嘛互演出场面更加精致、更加艺术。自阮创团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阮就发现讲，有足侪所在我们不足专业方面的艺术的知识，有人才方面的培育，所以讲。伫咧过程当中，发现阮最初的那一批的团员啊，伫咧专业的知识能力无够，所以讲阮就找足侪老师在做训练，但是因为这是受教育所影响的，所以我才感觉讲，这个学知识方面、艺术方面、知识方面最重要的，所以才会促使我去读台北艺术大学。要跳脱传统，做出差别，才会当凸显家己的价值性。因此，柯怀文大学选择读戏剧表演，将现代剧场的技术甲传统艺阵表演做结合。其实，毕业倒来了，足侪经验是伫咧学校做这个学习制作的过程当中去学到的。因为阮
毋是讲，因为足侪人影响讲读白伊当戏剧系就是演戏，其实无，阮足侪代志是幕后的。哦，譬如讲，可能这学期阮做的是灯光组，啊，下个学期做的是舞台组，舞台组都要去焊接啊、切梯啊、做衣啊，足侪代志。啊，甚至讲有服装组啊、行政组足侪，所以每一个块面阮都有法度去学到。所以这样就是有一些基础经验，我都拄迄阵累积一点点的基础，甲带回来。原本带团出去表演，看到的是真在地的台湾传统文化。现在去学校学习西方的艺术表演方式，嘛互柯怀文发觉到东方甲西方艺术文化真无同款的所在。西方剧场伊有脉络系统化，啊，因为台湾阮的庙会文化伊是伫咧庙口，所以无人甲伊写做教科书，也是庙口的表演方法，这是无的。所以我感觉上大的差别是伫咧系统化这个部分。所以若有一天有人甲这个庙会的部分系统化，是写做册啊，表演就庙口的表演方法研究一套理论出来，我感觉伊是没有差别，只是文化上的不同。柯怀文将西方剧场的想法融入顶头表演，将台湾民众上常接触的民俗文化搬上艺术舞台，打造新的剧场音乐会，嘛有甲无同领域的团体跨界合作。其实跨界这几年，阮做就这国乐、现代舞、摇滚乐，哦，甚至交响乐团拢有。其实阮这几年的创作，拢是想要再找一寡台湾的重点民俗文化，但是可能无足侪人知，因为你亲像大家嘛，足侪人知嘛。但是其实台湾阁有足侪这种地方的足重要的民俗文化，伊是需要咱做一个制作，无就是透过演出的方式，甲大家讲台湾其实这的庙会文化阁足侪足水的，所以需要大家来去每一个所在去行看啊，发掘其实这个文化足水。台湾老一辈接触艺术，无伫艺术舞台，是伫庙口，因无去过国家戏院、国家音乐厅，顶头就是台湾的行动剧场。现在经过柯怀文的双手，要互民众感受到顶头不只是民俗，更加是真悬的艺术表现。阮想要当做一个领导者，因为阮认为讲，阮今仔日若无安尼做，那后边若有一寡团体想要去舞台面顶表演，若想要去国外表演，因上起码有一个方向会当去学习。甲剧场融入这个顶头文化，哇，真正是一个创新的，这嘛较早你学的。对。所以这个台北艺术大学你学剧场，这要安怎去甲斗做伙啊？其实，讲起来足简单啦，啊，做起来的时阵，其实迄阵拄着上足大的问题啦。安怎讲？因为咱顶头文化是台湾足地方。哦，足传统的一个文化，啊，这剧场是西方的，是哦，西方剧场，哦，什么莎士比亚剧本啊，有诶无诶，你把要甲这两项物件合作伙，其实吼，爱足伤脑筋。但是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，是伫阮开始甲表演摕到舞台面顶的时阵，其实拄着上大问题，就是，吼，一寡艺术学者，吼，会甲阮质疑，讲啊，你这毋是艺术，吼，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出现，其实上大的问题就是。阮较早咧表演的时阵吼，阮是甲庙口的物件搬起来。嘿，你想一下好，互你开3000块，看云门舞集，你感觉安怎？感觉啥款？3000块看云门舞集，应该是无问题。是艺术表演嘛，足赞。你若开3000块去剧场里面坐伫遐，看人光桥伫遐三进三退，你的想法是安怎？我第一个想法应该想到讲啊，若是伫国外看到这个哦，应该是真感动；若是伫台湾看到，这毋是庙口都看会到的，对吧？是。庙口第一个庙口看会到吧？啊，第二个，因为咱庙会所有的活动是服生命的，吼，咱讲服神明啊，吼，拢是要服务生命的。所以伊动作拢毋是互人看，是互市民看。所以咱一寡庙会可以是重复性的动作足悬的，像咱雕伢打鼓风，哦，有5个所在，吼，拢要跳3遍。啊，这跳3遍跳，可能1点钟安尼。是要神看啦，所以就底下一直这个中和这个动作底下跳来跳去的。所以你这物件若搬去舞台面顶安尼跳，
观众看了困去啊，无就开始讲啊退票啦，你这哪会当安尼？是但是阮一开始的时阵都是安尼，家直接搬去，所以就互人骂讲，啊你哪会当安尼？吼，无艺术啦，啊重复性伤悬啦，吼，啊哪会当背对观众做遐侪代志？因为咱的庙会面向是。好，这个新民嘛，是，对不？那插讲边仔人咧看我的尻川啊，啥物的拢无咧管。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讲，咱庙会这款表演的这项目要提起吼，爱做改变，是，爱做转化。所以，阮就豆豆啊，找一寡艺术教授啊、专业科班的老师开始甲阮教讲，亲像观众秀，吼，这物件用舞蹈、用现代舞、用民族舞来做改变，会当变做啥物款的这个模样安尼，亲像画面，是，咱的家将文化的面谱其实足水的，但是伊足幼的，伊足幼的，伫咧舞台面顶上远你看无啊，伊全部古早会，所以这个部分嘛是要做调整，但是一个调整过程当中，就互质疑讲你个无传统啊。哦，佫有这种声音出来啦。哦，去舞台面，你这毋是传统，你这是艺术啦。你若佫甲我改一个艺术，人讲你这毋是艺术，你是传统。所以直接你的心内会想讲，我着做遮济改变啊，佫去互讲无传统，心内底安怎想？其实嘛无想遐济啦，就是想讲，因为阮头前无人咧做即件代志，阮想讲，阮想要当做一个领导者，因为阮认为讲，阮今仔日若无安尼做，那后边若有一寡团体想要，嘛想要去舞台面顶表演，若想要去国外表演，因上起码有一个方向会当去学习。是，所以阮即马咧做的代志，虽然无一定完全是对的，但是阮不断的去尝试啊。是，其实讲庙会文化有啥物可能性？其实咱庙会文化的包容性足悬。有影。你看较早的庙会，30年前庙会拢是足传统的。即摆庙会有啥？有迄马戏团的，有迄杂技的，是，佫有钢管舞的。钢管舞你刚刚伊讲算庙会顶，庙会顶头。顶头应该唔是吧？其实伊嘛算哦。伊嘛算安尼讲。系啊，伊嘛是跳生命看的啊。伊嘛足互大家大家看嘛足欢喜的啊。其实顶头毋是讲，这是顶头，迄毋是顶头。只要会当甲市民服务，大家看足欢喜，伊是一个较健康的，毋是负面印象。我感觉伊拢是顶头。是。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在传统的这寡文化，有法嘛爱想办法，即马现代人我都去接受啦。是。这嘛是即马阮咧做表演咧做的代志，透过剧场表演，互大家实在讲，庙会文化其实。伊的包容性、多元性足大。是，时阵阮甲国乐团嘛有合作，甲现代舞嘛合作，嘛甲迄董事长乐团，伊是摇滚乐团，阮嘛法度做合作，所以伊的多元性是足悬，包容性足大。有影，头拄你讲到这个剧场的这个部分啊，因为你较早所学的就是这个剧场，头拄你嘛讲到这个，比如讲这个家将啊咧跳的时阵，袂当干那伫遐跳这个五方安尼尔，其实来面对着这个观众，来对着观众来讲话。现主席特别来请你甲阿明对观众讲话啊，若是要表演的话吼，就亲像讲，因为咱较无台词嘛吼，但是讲要用这个，咱讲这目白之间啊好啊，讲这目睭的这个眼神啊好，头拄咱拍鼓的时阵已经有教过啊，但是以你学剧场的，还有这个顶头文化这个传承，你要来甲我教，你若是我是初要学这道的，你安怎甲我教？其实吼，我要甲你教，我袂甲你讲你辛苦一定要安怎做，我会甲你讲，你要先去甲庙会这项物件爱看过，爱看过，你才知影讲伊原本是啥物所在咧做表演，因为足侪，我嘛足侪科班生舞蹈系毕业的，伊较早完全无跳过观众秀，是，伊入来了后，阮甲伊教。伊嘛足紧就学会晓，但是你感觉伊表演的时阵就欠一味，无灵魂嘛？对，嘛是袂当安尼讲，但是伊无迄庙口观众秀迄种感觉。迄个开口无，嘿，迄开口拢无去啊。是，你看迄庙会观众秀的表演吼，其实咱人讲专业度来看，伊的脚嘛，伊的脚无法度踢足悬的。身躯的姿势，你嘛感觉毋是讲足水的，但是伊跳开都是有一种足好看的感觉伫内底。这款物件吼，咱的台湾灵魂啊，你讲庙会的灵魂啊，就是咱即马科班生所欠缺。所以我若要甲你教，我会甲你讲，你要先去看过咱庙会观众秀是安怎跳的。是。吼，你若看了，我再甲你教讲安怎跳。你才知影讲伊伫庙会是啥物款的模样。是。吼，你要去揣摩讲，我这个表演若是伫个舞台面顶的话，庙口的迄精神要甲摕入来。有影啦，先看过这个人物，这个观众秀是啥物，还是讲家将是啥物，对无？
啊，其实哦，咱咧做的就是讲，做到这个艺术总监督，你融合到咱的你这个较早学的这个剧场，啊，搁学到这个传统的这个部分，其实对着这个一位来讲，你会更加头会感觉小可重重。足重诶，足重诶，安怎讲咧？因为其实即马台湾大环境做表演其实无遐好做啦，因为表演咱是除了讲伫剧场表演了，阮上大诶表演是亲像某某企业要做啥物活动嘛，会邀请阮去做表演。啊，你若企业大普遍的环境也是因也是无较好，因就无即个预算来去请表演。所以做表演是愈来愈困难。是。但是阮嘛袂因为安尼就毋知都放弃啊，是无迄个冲劲。阮嘛是想讲，无要紧，啊若即马即个无法度，即马即个方向无法度做，阮都搁会当往啥物方向去做。所以阮咧做的时阵，毋是干那表演了，表演即个部分咧提升尔，阮的整体形象是，像阮团的整体形象啊、行销啊、国外巡演啊，即个计划啥物部分的拢整理去提升。所以爱做的代志是非常的多，是啦，爱解决的代志嘛是足多。所以对这个9天来讲，真正会使写一本这个顶头文化这个教科书。可能会当写到安尼啊。所以这个教科书内底应该要有啥物？亲像讲这个西方的这个部分，要安怎加入去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？还佫有你头头讲的行销这个问题。对。尤其是讲这个拍入去国际也好，因为你预算真正有限啦，所以若是要写一本教科书，你的第一章大概想要讲啥物？我会讲，你要先去了解啥物叫顶头文。对。啊，你要实际去看一遍。就是讲头拄要表演的这个部分，爱认捌这个文化。你若拢唔知影，我后壁甲你讲较济拢无效啊。是。你今仔要，你知影个啥物叫顶头无？你若讲袂出来，安尼个嘛无意思。有影。所以伊爱互大家了解啥物叫顶头。是。顶头到底是啥物？是。绝对毋是冤家相拍、食槟榔、食薰、乱丢垃圾安尼。啊，第二个部分想要甲大家讲啥物？第二个部分就是爱互大家实际去了解讲细项哈。譬如讲。大家拢去参加大甲妈，是。大甲妈的文化内底一寡扔脚卡啊，有啥物大家要唱叫，敬香啊，就是一寡仪式的动作，开始家己做解说，讲这个部分，你知影要对安尼做，为啥物你敢知？是。所以这个部分嘛是爱互大家了解，了解了后，咱再表演的部分就开始溜入来。是，所以这第三部分就是你较早学的这个西方的物件。该倒入来，看会下袂下。对。啊，其实你嘛试过足侪遍啊。现主时你就讲无要紧啊，我就是就一种改良了后，我就是做这款的，要互大家知影讲，这都是阮9天这个品牌这个物件，对无？啊，其实对你来讲，9天这两个字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伊是一款亲像台湾的一个精神，精神啊，精神象征啊，吼。其实大家可能想到顶头想到9天啊，但是。想到顶头，想到9天了，阮希望大家去想到是咱家己的文化，你要去重视，毋是拢国外较好。因为有啥物讲，咱去国外看啥物祭典，那台湾祭典嘛就好诶。你每当甲人讲，都冤家相拍，咱做伙拍拼，改变较好诶。所以我感觉我希望透过阮的表演，互大家重视咱台湾文化，是会当安怎提升，佫会当做安怎改良，大家做伙努力。毋是去参加饮料林的单调，你嘛是破坏者之一哦。那你嘛是变做毋是提升者之一。你若去随手捡垃圾，会甲边仔人影响的。有人咧捡粪扫，安尼大家做伙捡，安尼庙会文化愈来愈好啊。是啦，我感觉迄是会当影响的。传承一个新的这个顶头文化，对9天来讲，对你来讲是现在是上重的这个计划、计划啦吼。这个新的目标是啥物？咱来看讲，咱有精力哦。恁这个后摆特别做的，可能也佫有这个新的这个部分要甲大家讲，咱来看一寡片段。9天民俗技艺团成立20多年的时间，所有团员会使讲是甲9天做伙成长、做伙大汉。9天存在意义已经不只是一个表演团体，对团员来讲，比较较像一个大家庭。对阮的团员来讲，我感觉因家这当作是家己的厝共款。因为阮家有足侪成员是中辍生，无就是无爱读册，有一半的比例，所以因无法度伫厝诶得到温暖，伊会当伫遮，阮会当受到我们的照顾，或者是阮甲栽培，所以会甲遮当作是厝。所以讲，
9天对因来讲，我感觉加的成分较悬啦。可能就是我们自细汉到大汉吼，因为拢做顶头，都有一种较大家庭的感觉。阮就对团长你就袂像阮的爸爸是，反正就拢当作家己的小弟咧听。所以伊迄个时阵较细汉，阮嘛拢10几岁啊尔。无共的时间有无共的角度。现在的柯怀文身为团队的一份子，未来嘛想要运用家己所学的专长，发挥伫9天的表演当中。像阮去年甲国家国乐团，阮做一出戏叫《阵头传奇》，其实伊内底所有的创作、所有的音乐，拢是甲庙会有关。我嘛甲庙会元素、游行的元素甲伊做结合，所以你若有法度看过迄个演出的话，你会看到国乐哦，就正式的国乐在在迄音乐厅才会看到的表演，演到一半，突然就迄游行的队伍头前安尼行出来，其实就亲像我讲的。庙会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足悬的，伊甲啥物演出节目拢有法度配合。看到柯怀文会当将所学用伫9天的表演当中，带领9天登上无共款的舞台，副团长嘛感觉真欣慰。一定是感觉足欢喜的啦，因为咱就是自细汉看咱家己的弟弟同款啊，大汉伊会当去学校读册，读这个专门的，读这个专业。当然，即马等下团的个花团，他就会带起无共款的迄种风格，会当对着时代啊、观众的要求啊，什么叫艺术？艺术是万丈深坑啦。艺术是万丈深坑，不断创新改变，才会当让作品有生命力。未来柯怀文嘛还阁有真侪代志想要做。剧场制作，因为这几年虽然讲阮伫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，阁有魏武营，但是阮上大伫台湾最大的目标其实是想要进军国家戏剧院，因为国家戏剧院伫咧台湾的表演团体内底，伊是一个最高殿堂的象征啊。就亲像讲，我是一个唱歌艺人，我都一定爱去小巨蛋唱一场啊，代表我的程度有够遐。每一出戏的制作，拢爱经过真长时间的剧本编写、专业的舞蹈编排以及音乐的搭配，如此高水准的表演模式，让9天徛上国际舞台发光发热，嘛互咱期待未来9天有搁较侪精彩演出。咱知影这个9天哦，就是自这个顶头这部片开始哦。其实少年煞2012年到呾，恁嘛做真侪代志吧？对，其实阮每一年拢有做新的公演啊，主题拢无共，但是阮都希望讲每一年做的这作品，互大家熟悉一个台湾的庙会文化。阮嘛做过银王东港烧王船的故事。是。阮嘛做过台中一个在地的故事叫大渡王朝，伊是咧讲平埔族的一个故事。阮嘛做过阮的古意经典重现。亲像去年阮甲台湾国乐团做一个阵头传奇，伊内底就是讲的有顶头的文化，还有妈祖文化伫内底。所以阮希望讲用这作品，互大家你来看表演，用一个较轻松的一个态度来去熟悉咱的庙会文化。是。嘛会再做一下改观的。所以这个部分哦，自这个顶头开始，甲少年煞这作品来讲，你嘛有参与到这个创作嘛？每一个拢有啊。是。倒一个印象上深。应该讲是去年阮做这个代志的，佮甲国乐团，佮甲董事长乐团，伊是足大一个跨界的结合。真正是。因为乐团甲顶头，你安怎夹可能夹无法度一个夹起来，就是安尼每一人拢穿甲足正式的伫迄音乐厅内底做表演。阮顶头文化都是安尼，讲安尼拍足大声。阮咧排练的时阵因为阮的表演区是伫迄
乐团老师头前，是我们高低拍了等去，老师都就给爱吼，给丢个，你们可不可以打小力一点？我很怕被你们打到。但是那开始表演的时阵，伊知阮的一个能量了，伊嘛是足认同讲，阮咧拍歌是一个足赞的。是。啊，甲董事长乐团，因为董事长乐团伊嘛是咧用台湾的文化咧创作，所以阮嘛是才足久啊。是。所以咱咧，阮咧做这作品的时阵，大家嘛是那个理念足共的，所以咧做的时阵嘛足欢喜。但是摇滚乐甲顶头面来合作，迄个时阵嘛是上破头啊。是吼，尾也是安怎，这个成功做伙夹起来呢？就是嘛开会开足久的啊，嘛起足侪争执的啊。安尼讲，因为讲大家想象中的迄个表演的方法无共，所以了后阮就一个共识讲，无要紧，咱请一个人来，整合咱两个人的意见，是用伊的想法，看讲安尼有好无？所以阮搁找一个导演来做这个处理安尼，嘛写一个剧本出来，成效搁袂歹。是，迄当阵咱徛这个坚持是啥物？伊徛坚持是啥物？因为乐团的表现的方式，甲顶头，甲咱阮咧舞台面顶的方式，其实是无共的所在。因为因爱唱歌，是阮嘛希望讲顶头这部分当较济，所以迄个演出比例的比重都是落差，大家感觉无共。是，所以这嘛是你的角色的重要性嘛吼，就是你爱认捌讲，咱这个9天内底有啥物元素，爱甲掺落去，袂抢因伤济，伊嘛袂抢咱伤济安尼，所以你的角色真正真重要。上重要就是讲，现主是伫2019年，有新的这个作品要甲大家见面。应该讲是2020年是，所以2019年就是咧准备这个阶段。对。因为阮旧年做前年做了迄大肚王朝了，旧年拢是都咧做巡回，旧年嘛做甲国乐团做迄正头传奇。是。好，今年做巡回表演了，我个想讲，这几年安尼做起来了，要找啥物题材来做？仲有前一阵嘛，咱伫迄云林口有迄千水庄。看水庄。嘿，迄嘛是咱国家指定民俗的文化安尼。仲有一工咧泡茶拄着迄林茂贤教授。伊嘛是咧，是互阮足侪意见的民俗教授。我讲，教授，唔知明年搁要来做啥较好呢？伊就讲拄好迄阵祭典都结束，无你做看卖。我就开始聊天啊，讲敢若袂歹哦。我就开始田野搜查，都去做这筹备。所以明年啊，会以这个主题做一个新的作品。是哇，讲甲真保守哦，就是讲新的物件要互大家期待啦。不过你去做这个田野时阵，其实应该有真侪这个趣味的故事吧？有，其实像以咱大肚王朝，还是迄东港银王这个故事来讲，阮第一件代志就是绝对要去实地迄个所在拜一下码头。是，爱下自己。嘿，就东港银王，阮就去东龙宫，去拜拜甲王爷祈求安尼。作品咧顺序啦，贵人来相助啦，会找到资源啊安尼。来做大肚王朝的时阵，因为是平埔族的故事，所以阮就去找因的后代长老，去问一寡故事，因为迄是人的故事，你毋是袂当讲安尼摕来演嘛是要共尊重。阮就去甲拜访讲阮要做这个故事。互因了解讲要安怎做，就讲结果因听知影你的理念是对的，伊嘛全力的支持。因为咧做这个平埔，以这个平埔族的故事来讲，嘛是有互人质疑啊。讲你这庙会的这个团体咧做原住民的故事，安尼讲对？是。迄个耆老就徛出来，我讲伊对就对，因为伊的辈分。辈分足悬的，所以伊来帮阮背书，帮阮背书，帮阮做一个强烈的后盾，其实嘛会当减少足侪问题。所以阮咧做田野调查，第一件代志就是要去拜码头。是。拜码头了就开始找足侪文史资料，就亲像咧写论文共款，你迄资料佐证拢爱找了足完整的。是。所以其实台湾足侪剧团，不管是阮还是其他剧团，因咧做起其实拢足认真的，迄资料可能。你可能表演10分钟，伊册可能看100本拢可能。有影人讲这个台顶10分钟，下底是这个万丈深坑哦。真正有影，尤其咱9天来讲，其实你都要讲到这个作品来讲，天调啦，都是尊重这个别人，因为其实咱这个文化。这个顶头文化其实嘛是讲一个尊重啦，就是你尊重我，唔好甲人抢叫，嘛是恁咧讲，就是咱顶头人咧讲嘛，就是讲其实咱有这个部分存在，但是恁要互人改观的，都是这个部分对不？对。
嘿，啊，咱个会当了解到讲，较早过去你头拄仔讲的这个 cross over，就是跨界这个合作，有甲这个董事长啦，头拄仔你个讲着甲平埔族啊，其实遮尔啊这个多元的台湾，就是有法度呈现遮尔啊多元的这个咱电头文化，你知 cross over 遮尔啊济，啊未来佫有啥物新的合作空间无？其实未来除了讲做新的作品了，阮希望讲会当做一个代志是，搁较回馈台湾。因为顶头文化伫即摆来讲，伫台湾来讲，伊嘛是还是不受咱重视啦。是，吼，因为阮常常去申请一寡补助。吼，像咱即摆文化部的迄国艺会补助，有戏剧啊、音乐啊、舞蹈啊。都有传统戏曲，大家认为讲啊，恁这套传统戏曲啊，传统戏曲就亲像歌戏啊，南北管这歌的，顶头算啥？你感觉顶头算啥？是毋是伊定位较无较清楚？对哦，所以阮常常去送评审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你这你讲我戏剧吗？我嘛唔是音乐吗？我讲无遐个音乐舞蹈嘛唔对，所以顶头文化伫台湾即摆的定位是无的，所以我希望讲伫未来这几年，咱把这个定位找出来，安尼我后壁其他的顶头这个团队，才有法度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来去学习还是前进啊。是，嘿，所以对你来讲，其实咱头嘛讲足济嘛，顶头的文化真正真深。对。啊，对你来讲，伊会使放伫什么这个类目内底？伊也家己有一个新的项目出来，就叫正头文化。是。因为你知影顶头的团体是台湾所有的团体内底上济的。你戏剧嘛无遐济。是。舞蹈嘛无遐济，传统戏曲嘛无遐济，顶头是所有的表演团体内底上济的。伊的年产值听讲上百亿。由庙会衍生的这个年产值这经济效益是足大啊，真宽。所以有人去甲重视啊，不是刚刚讲，就是爱亲像剧场内底啊，戏剧啊、交响乐，迄才是艺术文化。庙会这嘛会当足水。是。但是爱互伊一个好的明确的定位，有一个努力的方向，无大家唔知要安怎，唔知要去带。真正，所以这个伫台湾的部分，顶头文化真正是家己成立一个这个类目啦吼。啊，咱讲伫咱台湾其实认捌到这个9天已经真济啊，啊行到国际，大家嘛拢真认捌你嘛吼。啊，其实要安怎，就是讲，有一寡爱改变的这个剧情，还是好，还是啥物，爱互这个外国人看，一目睭看落去，就知影讲，这是9天的这个部分。其实你若要摕到外国互人看迄伫台湾的迄思考逻辑是无共。你摕出去的物件，反而来说爱是上传统的，上好啥物拢歹改。是，因上喜欢即款物件，因为你若用西方剧场有一寡元素啊，是咱讲一寡其他的科技元素啊，啥物元素来去甲包装因可能拢看过。但是你若用你传统，像观众秀，衫穿开都无共啊，面画咧都无共啊。这是台的，伊会去问，台湾，台湾的观众秀，伊就开始去熟悉讲，这是台湾一个物件。所以阮出去都是希望讲上传统物件带出去。是。所以足侪嘛团体咧邀请阮去国外表演讲，恁除了弄过，你希望讲表演啥物？阮会讲观众秀。毋是干酸太子尔，是观众秀嘛是咱上赞的这个台湾文化，识别度较悬啦。因为迄束衫甲规迄个土管，伊规身躯位头到尾拢是台湾的这个手工艺甲文化这个表现。你这做迄伊迄管有迄嘛是迄老师傅豆豆做的。虽然讲即摆足侪是委托大陆代工啊，但是嘛足侪是迄老师傅用手工咧做，迄拢用要失传。但是哪会当这个文化互人重视了，规个产业，这要失传的文化开始有人来做。伊的迄衫，伊的迄官将手迄衫，迄拢是刺绣的手工艺术。所以规身躯拢是台湾。就很可贵的一个庙会的文化。所以这个要去到国外，是可以伫台湾表演的，真正拢无共款。无共款。伫国外，就是要看到这个上顺的这个部分。对。哇，所以恁即马安尼踅几国去啊？5大洲拢踅了啊。哇。所以嘛，甲台湾精神传出这个规世界人来去。其实对你来讲，未来这个规划，小可甲咱做一下整理一下。其实上大一个目标，除了讲咱国外巡回，咱继续去推广咱台湾文化了，上大的目标嘛是定位啦。我感觉台湾这个定位爱先出来。是。你若无一个定位，无互人
无即寡团体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目标，你要安怎去宣传？其实咱出去无好盾。是，你讲无把苦啦吼。嘿啊，无把苦啊。所以阮希望讲，未来这5年、10年，咱先把这个定位，寻求革命感款先来完成。好，这个定位当真正被成立出来。我嘛有去拜访就这相关的人员，但是这是一个足大的工程。是，毋是安尼讲的啊，成立就要成立，因为台湾的这正统文化种类百种，有影，吼8种，所以安怎有一个项目是大家拢来做伙来的，伊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。我嘛希望讲会当透过阮的努力的拍拼，互这定位当更清楚。真正的，其实就推动这力量哦，不管是政府也好，还是恁家己民间这个力量也好，其实哦，顶头文化要有这个新的气象，所以阮这个节目有制作2句哦，人讲4句人，阮2句人的吼。好，做这个怀抱顶头新气象，文武相传歌声淡，怀文。哦，怀抱顶头新气象，文武相传歌声淡。希望你抱着这种的心态啊，把咱这个顶头文化撒去国际了以外，伫咱台湾哦，或者定根啊吼，文武相传。你咧拍鼓的时阵有武，啊，你用着你较早用着这个剧场的这个理论。融合着咱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传承这个文化，文武相传，和这个歌声继续传落去。哇，今日非常感谢咱的怀文来到咱节目现场，感谢，谢谢。台湾新眼界嘛邀请各位乡亲好朋友继续来收看，咱后回再会。